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芊。来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华昨下晡有一台公车倒滑的时，弄到过路人一对翁仔某，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高雄有一个国小外聘老师，驾车11年，涉嫌对学生卡来手来，佮共翕私密的相片，上无7个人受害。新加坡政府来台湾找人才，要招募机场的辅助警察，1个月薪水台票8万块起跳。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中华溪湖昨下晡发生车祸，有一台园林客运的公车要倒弯的时，无看到过路线有一对翁仔某怎直接甲交过，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因为这台公车还未装视线辅助系统，车祸详细原因该等警方来调查。园林客运公车行到路口，车顶倒弯，却无发现斑马线顶悬有一对80多岁的杜姓翁仔某当准备过路，两个人去弄到倒咧涂骹了，又搁去交过。老先生头壳变形，当场死亡；妇人人是双骹重伤，后脑骨也有受伤送医。目前由院伫咧中华基督教病院加护病房救治当中。那一名男性年约80岁，脑浆外溢，头骨变形，那已明显死亡。那另一名女性患者也年约80岁。然后右腿的膝盖以下有断肢，然后左腿小腿处有开放性骨折，后脑勺部分有撕裂伤。代志发生伫咧1号下晡3点半左右，地点伫咧溪湖镇元路路甲江水路口，当时的车辆甲行人拢是青灯。客运业者表示，48岁老陈驾驶教职3年，公司拢有为驾驶举办路口停让教育训练。目前当陆续为3年车龄之内的大客车加装专镜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这名驾驶所开的车辆是还未安装。相关的车辆会加装全视野、全景的防死角、智慧型的视野辅助器。最近的3年内的车辆正在加紧加装当中。警方当日咧调阅路口监视器厘清肇事责任，后续会依法将老陈教授函送地检署侦办。客运业者是表示，已经联络到杜姓翁仔某家属，遵照伊的意愿，会等妇人人病情稳定，甲家属心情平复了后，前往慰问。记者中华报道。宜兰苏花公路的山区，顶礼拜发现一个查甫人的遗体，唔知影身份，验尸解剖无排除互杀害的可能性。不过详细爱等鉴定报告出来才知影。警方冇发布死者的清查特征，希望民众会当提供资讯，厘清死者的身份，量早破案。消防人员用手下伫苏花公路的山坎卡有一具尸体起来，随送到宜山殡葬管理所冰存。大家拢伫咧讨论为什么山坎卡有尸体，警方正伫咧调查。经警方报请宜兰地检署相验，并且在1月31号解剖完毕。主要的死因为四肢肌肉组织破裂。那目前警方科正在比对其身份中。因为死者身份顶无身份证，警方发布协询，死者的身高差不多161公分，右正边有一粒痣。穿黑色顶的普罗衫，甲黑色的牛仔裤，希望民众提供线索到3共破案。顺手要滚落去啊！尸体被发现的现场，涂骹有真侪物件。尸体经过解剖了，专案小组讲，专案小组表示，可能是因为弄击了腹内出血而死亡，不是自然死亡，有可能是他杀。他目前已经完全解剖，那解剖待鉴定报告，其他部分就不便再做说明。检方无愿意证实死者是不是因为弄击而死亡，讲详细死亡原因，也该等鉴定报告出来。死者的身份怎么还搁伫咧比对调查？其他案情是无方便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教原住民族语外聘的老师，伊驾车11年，涉嫌对国小学生卡来手来。今年初有受害者报警察，这代志才曝光。而且这个细地老师，佮会共翕私密的相片，上无有7个人受害。目前检调已经把这个老师收押，教育局嘛已经停止聘用。线上课程指导学生族语，这名伫咧高雄真济国小任教的族语外聘教师，涉嫌伫咧教学期间对真济囡仔卡来手来。今年初有男童报警，指控互吸着真私密的所在，还佫翕相，专案才曝光。检警搜索伊所住的所在，甲人具体到案。发现有2名男童疑似当年受害，电脑当中有其他的受害者，初步清查上少7个人。自110年9月起，多次利用教授族语课程之机会，对被害男童为猥亵行为，而被告任教期间长达11年。
本案目前所知被害人已有7位。警方表示，这名老师看起来案件真济，恐惊唔是敢若7个人受害，呼吁其他的人出面指证。我们大概去年12月就已经接到通报，所以我们也跟检警通报之后，就一起启动侦查，然后教育局也立即停聘了这位老师。那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都处理，然后我们也派社工陪同这些受害的同学一起去面对司法。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司法侦办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学校，受害是学生，所以应该要依照性平等教育法去做调查、普查，还要做性平的宣导。林本基金会就是呼吁市府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查，因为嫌犯当年伫学校教学牵涉的人伤过济，爱来提早应应。教育局即时回应，此人是教学资源工作人员，学校教育局知影了后，佮该停聘。后续会配合着直播来保障着学生学习的权益，嘛有请其他邻教的学校来了解到有可能的被害人。打电话予2间即个老师捌领教过的国小，有一间学校无方便回应，另外一间即是无人接听，无法度了解因的想法。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柯正俊共报道。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乌阴。不过礼拜各地头温度回升，会变温暖。后礼拜一开始，因为风面甲冷气团影响，温度会降低，天气会更稳定。这几年进前天气侪变化，请乡亲就要特别注意。北台湾拜五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拢是乌阴、小可凉冷的天气。中央气象署提醒，未来几天到正月初1的天气，因为东北季风、风面加冷气团的影响，会为凉冷变热，搁再转寒，变化是真大。而明天东北季风还是影响，因此温度在北台湾还是会稍微凉一点。不过东北季风很快就离开，因此到了周日，预计各地的温度又会是比较温暖。礼拜一受到锋面影响，气温又开始明显的下降，而礼拜二锋面后随之东北季风又影响，比起周日又会再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周三北部到周四整个气温还会再持续的下降。气象署表示，2月初4礼拜日暗时到后礼拜一，全台就要注意，因为风面可能带来短暂阵雨。后礼拜2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后礼拜3开始搁有华南分雨区为全台带来雨水。后礼拜5、30暝为落雪准备过年，气象专家表示天气较寒，会真有过年的感觉。除夕当天其实也是有一些云系，还有一些水汽。那冷空气下来呢，可能会让这个低温呢降到只有12到14度，有机会会碰到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哦，整个北部会很有感觉。不过还没有到达寒流等级的水准。那到了大年初1之后，这个水汽呢会逐步的减少，会慢慢的转干。气象专家裴克明表示，到30暝为止，天气拢会较无稳定，较会有雨水，也有冷空气影响。不过新正开始就会开始回温，新春拢会是适时温暖的天气形态。记者郭宝根、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的民俗有一句讲，日是送神，日五万变。明仔载就是旧历12月24。过年进前，大家人兜拢爱送神，甲神明送倒去天庭休过年。所有民众会请屯，甲厝内和神明厅拼互清气。不过专家嘛提醒讲，这请屯拼扫有眉眉角角就要注意，这龙年才会平安佮顺遂。拜六就是旧历12月24，伫咧台湾民俗内底，这是送神明登天庭造日休过年的日子，家家户户嘛伫即天请屯。民俗专家温宗翰表示，请屯除了厝内大摒扫神明厅的部分，嘛会甲香炉、神尊和神明插在顶顶，用青啊挡布甲用野香烟变好清气。不过专家提醒讲，伫咧清香炉的时阵，唔通去甲点动着，香灰若是伤甜，会当用汤匙甲吸出来。清这个香炉的时阵呢，咱会先甲内底香气抽出来了后呢，咱这个甲内底这个算做讲香灰吼，甲伊试的吼，试好算做甲洗好安尼移吼，你嘛袂使试伤热吼，因为咱伫咧这个香炉的观念呢，咱插香插会松，趁钱较轻松吼，所以咱伫咧这个香炉内底香灰呢，上好是松松安尼吼。
电光青豚这2字是要安怎写嘞？一般中文会唱台语音写作青豚，还是清晨？不过，若照教育部的台文推荐用字，青豚应该写作德字头的青，迄字边的豚。咱来听台语老师安怎解说。这个青呢，就是有清洁的意思，哈，清除的意思。譬如讲，咱讲鸡毛清，哈，用鸡毛清甲营养清掉。豚毛就是包括迄个营养啦，啊，薰油啦，啊，像讲红架道顶悬，咱有摆香炉，吼，像香菇啦，遐拢会当叫做豚。咱的台湾俗话内底，更有一句大饼厝较会富。通常伫咧日时送信了后，就会开始大饼扫。民俗专家表示，伫咧台湾民俗内底，一般会对厝外饼入来厝内，代表讲甲外口的钱财气运拢扫入去厝内底。这嘛是侪民众对新年愿望。记者卢尚祖、曾俊佑台北报道。过年啊，爱传年菜，这代表昌盛的白葱。伫家己的当少，即马已经花到1公斤2500块。鱼市的头家讲，因为今年掠到的量无济，所以2500还阁无算贵咧。要我年啊，这价小可能会阁起去哩。想要买白抢的民众，伫鱼大头前问介绍，家己关当石鱼港边仔拍卖市场，愈晚过年是愈无闲。民众拢来到这找团圆饭要食的海产，其中代表好价条白抢，目前介绍已经花到1公斤2500。年关近了，它会价钱会越高，往年都到3000多，啊，现在是还在2500，还算平价。它平常的话，它就1公斤就大概1300、1400这样子，然后到过年的时候需求要变大，它价格就上去了。鱼大头家讲，虽然价小悬，无讲介俗。问的民众嘛是袂少，阁有人提早做文要爱。渔民就讲，知影即马白抢好价，也毋过会当掠到的量就是无济。即马最近较少呢，上济一工嘛是1、20只咧尔。啊，价小好就无好咧，资源一直少而已咧。会啊，啊无当然嘛，希望讲会当加掠一寡，即马1斤2、3千会当趁一年终奖金。白抢因为昌盛的意义，所以过年这段时间买的人较侪。鱼市场嘛建议，其实这段时间阁有亲像乌抢、金抢这种鱼啊，价钱阁比白抢较俗。民众若有预算的考虑，乌抢、金抢嘛是真好的选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过年之前有真侪人会出国佚佗，这桃园机场嘛塌甜。透早第一航站有行李是卡伫咧运送大顶悬，塔做规堆。桃园机场公司表示，这运送大无问题，是地勤人员无细致，甲大件行李放起哩，才会卡掉咧。有民众用手机翕到第一航厦成武航空报道柜台行李卡伫咧所上大顶头，规拢贴起来，讲已经等点外钟啊，久久啊才放一个行李出来，提醒其他旅客爱注意时间。桃园机场公司讲，行李所上大无过钟，初步了解是地勤人员的作业疏失，无顺利甲大行李放起哩，才会卡掉的。即马状况已经摆渡恢复正常。没有遇到那个，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对，还可以。最近出国人很多，对，所以我们就是提早来。要往年啊，桃园机场客班人，伫明年春节所运9天，桃园机场估计总运量会到116万人次。伫所运的期间，日均量12.8万人次，已经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春节日均量142000人次的90%。出入境人上侪时阵是8号过年前一天到11初2加13初4。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输送带的速度不够，或者是有时候遇到呢，可能相关的一些设施设备有所故障，那这时候就会发生整个报到程序以内的情况。旅游业者讲，旅游旺季真像是旧历过年期间，国内外机场人拢真多，敢若是旅行团就比普通时加至少3倍。要坐飞机的过程也状况较多，机场公司提醒旅客伫出境尖峰期时阵，上好是提早3点钟到机场。伫安检进前，先将部分间仔内面的水倒掉，随身所在笔记型电脑等电子产品先提出来，安尼是安检的时间会较紧。记者综合报道。新加坡政府委托私人公司来台湾找人才，要招募机场的辅助警察。这月给差不多是台票85000块起跳。不过，人力银行业者表示，国外来台湾学人才，咱国内欠工的问题可能就会更加严重。
伫台湾读外文系Jason毕业了后，去新加坡中级机场做辅助警察已经4年外。伊表示，关薪水是吸引力，同时也想要伫世界一流的机场食头路，拓展国际观。主要的工作是在机场，那每天的任务不一样，有时候会在出境大厅负责检查所有旅客的护照还有登记证。新加坡因为警力无够，由政府授权私人公司执行安全规划的辅助警察制度。当地的时阵有配请，毋过无逮捕权，伫机场协助旅客服务甲安全工作。即摆来台湾招募，按算要招30到50人，一个月薪水差不多台票85000。另外提供大脚车甲另外奖金。航空培训机构分析，台湾人才优势伫语文能力甲服务态度。这一次我们针对薪资的部分跟福利部分增加了很多，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大缺工潮，所以新加坡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人去服务。疫情了后，各国拢面临欠人，像国际人才，甚至连都要毕业的大学生，那实习表现真好，拢会互企业预定。学界拢明白表示，这确实是加速人才外流，不过也期待学生到国际历练了后，营造经验，等来台湾发展。最近呢，有从日本来的公司就直接跟我们接洽。那希望呢，能够我们的学生过去那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有学生在北海道、在熊本，甚至于在这个澳洲都有在实习了。本土的观光业者应该要祭出一些更优渥的一个薪资跟更好的这种员工福利条件，甚至整个这个工作环境更友善于这个求职者。找头路人去国外工作，一定要确认有合法工作签证，另外也要考虑当地薪水不低，应评估未来职业规划，检视出国找头路是毋是伫履历顶悬有加分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出现全世界头一例人类感染到新型 A 型流感 H10N5 的病例，而且伊嘛为着流感 H3N2 发病2礼拜了后就过身啊，是只罕见2项拢过着的病例。咱疾管署表示，目前是维持安徽、浙江是第2级的旅游警示，提醒民众若要去就要注意。最近要去中国民众爱注意，因为中国出现全球头一个人去感染到 H10N5 病例。个案是安徽省一个60多岁妇女，去年11月底破病，因为病情持续恶化，转去浙江省治疗2礼拜，也是不幸伫去年12月中死亡。个案检体同时验出季节性流感 H3N2，也甲新冠性 H10N5，简称新型 A 型流感，这还是罕见的混合型感染地区病例。免疫力比较差的民众的话，是合并感染多种病毒的风险是有增加啦。我们这边是没有正式的统计，不过当然据我们医学专家是表示说是有可能这一些的严重度会增加2到3成。疾管署表示，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这个个案密切接触者拢无破病，而且检验是阴性。后续也佫犹太世卫组织正式评估 H10N5 传播风险，也甲疾病严重的程度。不过感染科医师是烦恼，动物的流行感冒大部分是被喂予咱人，不过若是发生基因突变，未来真有可能会亲像新冠病毒同款造成大流行。万一它感染到比较多人之后，它的基因又改变，变成说传染力变高的时候，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或者像新冠肺炎，这个传染力这么高，然后它的死亡率又很高的时候，那就会是一场灾难。疾管署是讲，目前也是维持安徽浙江是第2级旅游警示，提醒民众去当地爱加强防护，并落实莫接触禽鸟，莫青食禽鸟两类，也是伊的制品等原则。另外，这礼拜新冠加流感疫情会进入最高峰，国家春节人丁南来北往，过年后也会有第2波高峰，呼吁民众到公共场所爱挂嘴安，并赶紧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生物医药制造公司 TBMC 和美国伦力公司正式结盟签约，因上准全球规模美金上千亿的国际订单。若要增加 mRNA 药物的生产量，嘛要提升咱台湾伫国际生技医药的产业链。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国家级台湾生物医药制造公司 TBMC， 宣布甲美国伦力公司举行策略结盟签约的仪式，双方互相合作股东，未来的合作抢进全球要1000亿美金规模的 CDMO， 也就是委托开发甲制造服务国际订单的商机。TBMC 希望甲台积电成功的模式，或者伫生技医药领域。
出身台湾的美国润的创办人杨耀明有机会来接 TBMC。我们都要跟台积电学习。那么他们交给3年前就跟我讲说，很重要的5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放眼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台湾人。TBMC 会对外选购分析的阶段投入升级新药的生产代工。第一优先是血糖活生 mRNA， 第二是基因治疗药物，第三是细胞治疗药物，上尾才是生产蛋白质药物。在疫情的期间，政府发现真欠 mRNA 药的制造。迄当阵的副总统陈建仁到刊升 TBMC， 而且伫院长的任内核定。mRNA 疫苗跟蛋白质疫苗是一样的。所以高端是一个好的疫苗，但是很不幸的在台湾受到了很多的抹黑。我希望今天就是台湾生医产业另外一个开始。除了加速我们生产国际级的核酸药物的量能，也能够让台湾的新生的生技医药的产业链能够更加的完善。总统蔡英文再去接见美国润药团队，希望未来会当提升台湾伫咧国际生医产业的能见度，加做亚洲创新生物制造重要的基地。所来 TBMC 头一个阶段制定的开发，嘛伫咧南港开设实验室。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澳洲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想要伫叶网仔机内底物件，转为机台下骹空爬入去，人就掉伫内底。落尾是警察甲玻璃攻破，才甲这个查某囡仔救出来。3岁医生伫咧叶网仔机内面，甲规队的奖品制作伙，看起来佫真欢喜，无哭也无斗。伊老爸讲，迄当阵因伫咧洗大卖场，无想到讲只敢若洗一个新人尔，医生就对下骹的空扔入去。医生听爸爸的话，向边仔行过去，迄边有人甲伊下手起伊的注意。伊讲医生真爱叶网仔机，无想到讲这边扔入去。要警方来了，叫医生面向迄边，脚只边对着大家，目睭捂起来，把玻璃攻破了，才甲医生救出来。So talking to my children, looked back and he was opening up the flap, and he looked inside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toys in there. Head in, bum in, and the doors closed behind him. And I had zero chance to react to it. It was unbelievable how fast he caught up there. Well, it's quite funny. I messaged my old man and he asked me how many $2 coins do I have. We can try and win them back. They were asking me how much money have I put in the machine. Is there money stuck in the machine? My response is the only thing stuck in your machine is my child. 伫社群媒体有人批评做爸母的无甲囡仔顾好，医生的老爸讲，这就是囡仔，有当时熊熊就无看的人。卖场的发言人讲，会甲机台业者讨论，看要安怎改善，莫阁发生这种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希腊政府甲国会提交一项法案，希望同性结婚，包括领养囡仔的权利，伫民事合法。不过，因为法案内底无讲到照白生囝代理孕母的部分，引起同性、跨性别 LGBT 族群的抗议。大民众对法案的意见嘛拢无共款，亲像东正教会都大力反对。这对同性伴侣陪着3岁囡仔伫咧客厅内面耍。虽然希腊伫咧2015年开始承认同性伴侣的同居协议，提供因部分的权利加福利的婚姻，不过对互同性伴侣完整的侵权依然是无法源的依据。54岁放射科医师用4年的时间开所有的存款，伫美国找代理孕母，生一对双胞胎查某囝，不过却无法度摕到希腊的公共教育加医疗保健。Παιδιά μου δεν αναγνωρίζονται ως παιδιά μου στην Ελλάδα, παρά ότι έχουν διαβατήριο αμερικάνικο, είναι νόμιμα ως προς το αμερικάνικο δίκαιο και το νορβηγικό δίκαιο, το δίκαιο της Ευρώπης. 希腊保守党政府伫拜四向国会提交一项法案，希望会当互同婚伫咧民事上合法化。不过伫领养囡仔的部分，希腊民众有2种看法。Εμένα προσωπικά δεν με ενοχλεί καθόλου. Απλά με ενοχλεί η υιοθεσία των παιδιών. Αυτό με ενοχλεί. Whatever they do in their private life is their business. And I have a gay son who is married. 伫这项法案内面，并无列入代理孕母和 LGBT 人士感觉无符合因的需求。但是保守派执政党就算是伫国会占多数，依然有90位党内议员，也未决定是毋是要支持这项法案。希腊权威的东正教会依然认为同性恋是罪恶，并且公开反对法案。Καταδικάζει μελλοντικά παιδιά
να μεγαλώσουν χωρίς πατέρα ή μητέρα σε ένα περιβάλλον σύγχυσης των γονεϊκών ρόλων. Δέχομαι και τις θέσεις της Εκκλησίας, τις οποίες σέβομαι απόλυτα. Ωστόσο, εδώ θέλω να είμαι σαφής. Αναφερόμαστε σε επιλογές της πολιτείας, όχι σε θεολογικές πεποιθήσεις. 同性婚姻伫咧全世界已經有34個國家合法，不過其中無任何一個國家是親像希臘同款以同宗教為主體。民調顯示有要甲一半的人反對同婚合法化，執政黨支持者內面反對的更加超過60%。不過因為反對派支持，所以議會應該通過這項法案。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輯。歐盟27國同意設置4年500億歐元的基金，要予烏克蘭使用。本地反對的匈牙利嘛總算是讓步。那最近烏克蘭是公布一段影片，講有一隻羅西亞軍艦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予烏克蘭崩落來。歐盟27國領導人初一到比利時布魯塞爾總部參加臨時高峰會，其中一項主要議程就是處理和匈牙利抵制卡關幾個月援烏基金。會議開始1點鐘就傳出好消息，27個領導人全部同意500億歐元的援助方案。The last time a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was held, credibility of Europe was at stake, and we all together strengthened that credibility. The EU has proven that its word matters and its promises work for the interests of entire Europe. 這擺通過烏克蘭機制，以4年500億歐元做上限，其中330億是貸款，由歐盟預算提供擔保，另外170億是免息的援助。透過說烏克蘭杜比的方式來管理，匈牙利原本傾向每年進行審查來交換條件，不過後來選擇讓步。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這協議對美國發出信號，提供烏克蘭進一步的經濟和軍事援助。Vermutlich, ich habe es nicht genau recherchiert, kürzesten Gipfel, den die EU jetzt seit längerem hatte. Und das ist auch schon eine Erfolgsmeldung, denn in der Tat haben wir uns in den letzten Tagen und Wochen. With this agreement, Europe stands united and is well equipped for the challenges ahead. In other words, today Europe got stronger. 烏克蘭情報機構初發布一段影片，顯示俄軍無人機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的烏海摧毀一隻俄羅斯軍艦。在這場22個月俄烏戰爭，烏克蘭對克里米亞發動系列破壞性的攻擊，讓俄羅斯橄欖營收勢，不過路透社無法度核實這段影片的翕的時機和地點。公司新聞陳慧珍編譯。以色列甲哈馬斯的戰爭還未收煞，不過英國外交部長表示，加沙地區若停戰了後，印度會正式承認巴勒斯坦是國家。另外，針對約旦河西岸攻擊案，美國嘛已經制裁4個以色列查甫人，這代表美國對以色列可能嘛是愈來愈不滿啊。英國外交大臣卡麥隆初一訪問黎巴嫩來灣河地區緊張局勢時陣表示，英國未在哈馬斯一員在加沙時陣認可巴勒斯坦國，不過在以色列甲巴勒斯坦領導人繼續談判時陣，英國都可能承認巴勒斯坦國。Britain,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would recognise Palestine as a country and recognise Palestine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at I'm saying is, of course, that can't come at the start of the process,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e very end of the process. 這位事實上是將第29的一場演講所講的佫講一擺。卡麥隆表示，朝向解決問題事態正走佫較真實的時陣，這就是應考慮到的情形，讓巴勒斯坦人有走向佫較美好、有家己國家的未來。英國、美國甲其他西方國家支持兩個方案，也就是在約旦河西岸甲加沙走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甲以色列並存。不過一直無實際談判，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公開拒絕接納巴勒斯坦國建國的存在。美國拜登政府設制裁4個荷蘭指控參加約旦河西岸屯墾區暴力活動以色列查甫人，這顯示美國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政策愈來愈不滿。Is this a signal to those officials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ho openly support and facilitate such violence, including Itamar Ben-Gvir, who supply the weapons to these people who perpetrate? It's a signal to the whole world how seriously President Biden takes this violence against the settler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s in the West Bank. 北京聲明，這個命令是對攻擊或者是恐嚇巴勒斯坦人，或者是奪取因加沙人實施金融制裁甲簽證限制，這是促進以色列人甲巴勒斯坦人的和平甲安
全。以色列表示，这制裁无必要。纳坦雅胡办公室声明，以色列伫任何所在，拢会对所有违法者采取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花莲消防局接到通报，讲有人去爬山，伫北通关古道跋倒受伤，希望空勤直升机救援。不过直升机去现场却发现民众点浓烟，无甲火拍花。消防局是呼吁民众等待救援，要有正确的观念，因为直升机伤晚会透风，一个无细时火就会规个倒起来，造成火烧山。这个登山意外发生伫1月31日，有7个人的登山队伍为花莲南安去爬山，其中一个查某人伫北通关古道跋倒受伤，消防局联络空勤总队支援，初一早起8点半调过去德行运动场，了后转送主治病院。一名队员因为摔伤造成一处撕裂伤及身体有多处擦伤等等，立刻集结搜救人员、本局及协同机关总共7位，并同时联系空勤总队支援。特地关注的是救援的过程当中，在爬山的人伫山区用烧浓烟的方式来通知因的位置。不过，却无伫直升机晚近的时阵，甲火拍互花。直升机的驾驶因为烦恼空压，火若后白飞，会造成森林火灾，所以飞行机伫空中有等一困啊。如果今天已经能够目视到空勤直升机接近了，代表说他已经知道你的位置，那这个狼烟就应该尽速熄灭，避免引发森林火警或其他更大的危害。有登山向导私底下表示，英国伫西部就无发生过因为烧浓烟救援引起的火灾。台救者应该爱用反光的物件向空中烧，或者是用一寡有色水的布棚来增加辨识度。若国不离中就爱烧浓烟，直升机划过的时阵就爱甲火拍花，而且清除地面的障碍物。记者综合报道。但年吹东北风，或者是做风台，这森林落水溪风背影响就会真严重。经过整治方案，这风背山已经有大大改善啦。落水溪出海口嘛，真做渡礁休困站，有200多种鸟类甲保育物种。未了出海口有一阵乌面腊杯来到西滨大桥顶下游，也有机会看到人工送子鸟的东风白鹳的脚链。过去伫落水溪出海口风背山真严重，不过这几冬透过风背山防治，互发生的事件减少到10天以内，对3冬前开始记录到渡礁的出现。解决了风飞沙的问题之外，在台61线以西麦寮段，其实这里有将近2200多公顷的生态园区，在近几年其实除了把风飞沙治理好了之后，那在地的生态也变得非常的丰富。当地生态协会表示，透过中央甲地方共同改善，互风背沙大大减少，也营造出海口变作是渡礁的中继站，鸟仔类保育的生态地，记录着东风白鹳、乌面腊杯等等200多种鸟仔类甲真侪保育物种，变成一个生态乐园了哈，而且也记录到有东方白鹳有12只，那黑面琵鹭等有200多种鸟类。都在这边出现我想在这个期间，也希望大家感受我们这个生态共荣的好环境。第4号传输表示，去年受到卡诺海葵风台带来超大雨量的影响，造成落水溪沙洲的面积扩大到1100公顷。透过用水暗崁，也是用绿草暗崁等等的防治，降到84公顷。未来会进入落水溪风背沙防治第3期的阶段，预计未来3冬会搁再投入8.67亿来整治。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海边的蓝马地，伫经过2011年反国共救法运动了后，真无简单才保留落来。不过，这侪年来拢无法度累积国家重要湿地。环保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爱慢车开发，让生态保持完整。离中华海岸全台湾上大上完整的南部地，有珍贵丰富的生态甲渔业资源。2011年离反国共救法运动了后保留落来，只是10多年过去，环团所求个这维设成国际级的重要湿地，犹原还未达成。今麦阁面对着供电甲风电的威胁。我们从风机、我们的太阳能光电一直在侵蚀我们。也许在10年后，台湾海岸线没有好的一个地方了。中华海岸湿地培养出特别的牛车采鹅的文化，当年2-3万的国内外游客拜访，当地人士希望量早来改为设成国际级的重要湿地。其实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追随世界发展休闲观光潮流的一个主要方向。透过环团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中滨工业区附近的潮间带已经拢是供电棒，会当看到涨水的时阵玻璃水面，退水的时阵是玻璃海岸。保育团体烦恼对生态冲击伤过大。
光电板盖了，你一定会遮阴，没有了光。那你说潮间带的生物，它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这些所有科学证据的这些计算，它要怎么继续维持下去？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更加提出资料一期，原本开发的联合再生能源应该保留4.8公顷的生态绿区，但后来主管机关竟然同意来取消。彰化的湿地、潮间带的湿地可以这样搞吗？民进党政府为了搞光电，破坏生态、破坏环境，在所不惜吗？中华野鸟学会认为，袂当摕绿林做借口，无准则来开发，尤其是迫害市万物的海无地，所以佫一个呼吁内政部赶紧来通过中华海岸湿地划设国家重要湿地，反对绿林开发对海无地开肠破肚。记者林俊明、曾志成台北报道。今仔日是世界湿地日。讲到这南马地会当减少污染物流入去溪水内底，佮有吸收二氧化碳效果。不过，咱国内有真侪南马地拢开发做公园，环保团体是认为讲，这寡公园会带人进入来，颠倒是造成污染。台东县关山镇公所去年甲农水署合作，开2500万伫避难溪边两管开水尾水起一个人工池，咸水调节水源提供附近68公顷农产灌溉，佮营造湿地环境。启用了后，风景上过水，加做游客翕相打卡景点叫做德国环毕景。非常好，觉得很漂亮，真的。不过，这湿地环境周边水系的食物也无够办，保育团体认为应提供湿地生态维护功能有限，而且游客一来已经出现本数，水池内底四界拢会看到塑胶管啊。关山镇公所佮拍算要起变数，保育团体烦恼出现湿地公园化的现象，对环境无好。要把厕所维护人员的经费已经先处理完毕了哈，已经先行编列了。那这个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去找经费来把我们的厕所盖上去哈。我们会一直想要去利用湿地，可是用人的角度跟概念去做这一件事情，而不是以动物或环境生态角度去做这件事情。台东县有5个国家级重要湿地，甲一个地方湿地。这几年，佮利用太平溪营造人工湿地，不过周边设上过侪停车场，常常本数偏甲规土骹，往来车辆也可能干扰湿地生活。保育团体呼吁，湿地本来就是要降低污染的功能，不应该公园化，甲上过侪人工设施，反倒那带来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热门地区，昨下晡有警察甲嫌犯相撞。一个姓高的诈欺犯为着要闪警察，就驶车走入去单行道，所甲警察车相撞，造成4个警察受伤。在下晡桃园市热门地区，警匪的相撞，桃园市警分局东安派出所员警下晡2点14分，经过经国路甲大兴西路口，发现姓高的通缉犯驶车经过，马上约入追查。姓高10人发现后边警车加速逃走，员警马上通报拿沙围捕。姓高10人因加文自家驶电导向，报住所员警连胜权甲王孝慈驶警车伫东德高街甲加文自家口拿沙。姓高10人无停下来，直接冲撞警车。车顶两警察小可切伤，姓王的员警阁有小可脑震荡。受伤之下，由员奋勇向前拍车窗，将姓高10人拖入车押车逮捕。该名男子因案发布通缉，本所员警于查缉时，其拒绝配合，驾车逃逸。本所员警立即发布拦截围捕，其驾车冲撞警车，员警上前破窗，将其逮捕上铐，全案解送归案。围捕的过程总共造成东安所保住所的4个员警受伤，其中姓王的员警有小可脑震荡，另外3个人是切伤甲玻璃刮伤。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去派出所关心受伤的员警，佮发慰问金，向员警爱好好休养。记者综合报道。无主人的狗仔，或者是饲伫室外无白锁仔伫路里乱扫，拢会造成真侪问题。来看台南仁德的成功里，要去市内头一间流浪狗的收容所，按算7月底进前就会启用。今日去这片要到1公顷大藤公司的责任地，也就是未来头一座流浪犬占地所的议定地。未来会用高度开发的模式兼顾收容功能，休闲公园的概念设计来打造，按算7月底进前启用。
地方上总共找寻了6个地方6个地点，那最后选择在这里。当初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有跟我们在地的里民在群组当中表示我们目前的做法。后来住民大家也都一致同意，我们把暂置所放置在这个地方。在一般动物收容所空间无够情形之下，为着要解决游动犬扰乱民众，甚至人和狗冲突之间的问题，台南市政府四界找土地。不过，一般流浪动物的收容所常常被当作是讨厌的设施，甚至在咧筹备期间就被抗议。这搭是在咧成功里2人段游动犬优先专区会当顺利推动，搁较难得，且一整只动土开工仪式也受到众人关注。目前规划收容量能是200到300头，目前已经在2月1日动土开工，那预计在7月之后就可以完工启用。目前这个丢蟹上济会当收300只，主要以林德管区内面袂当坑断去的游动犬为主，而且也会开放认养。未来营运了后，若准会当合法管理，成功推动模式甲经验，也会当有示范的作用。到时阵会当帮助各地头解决游动犬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二线淡水往台北的路是真下真细条，常常塞车。在淡北道路的工程延28年，今仔日总算动工，预估2029年通车。不过，居民烦恼讲，这施工颠倒会害交通乱糟糟。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公车捷运的车帮拢会增加，而且嘛有替代道路来消除交通的问题。淡水去台北的台二线，毋但是平常时塞车，伫假日的时阵，游客要来淡水耍，塞车的情形更加严重。为着要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已经延了28年的淡北道路工程，初二正式动工。坚实永固，奠基成功。因为淡水到台北的台二线路较细条，而且只有一条连外道路，中央也阁有超过11个路口，加上最近几年人口增加真紧，尖峰时段塞车的情形真歹解决。上下班假日都非常的塞，光是到台北的话，可能就要花费40分钟以上吧。上班时间从6点半到8点，这是高峰早高峰。那晚高峰的话，大概是从5点半到8点。淡北道路计划进程因为环评问题定卡关，行政院伫1月14日总算是核定修正计划，总经费103.4亿，中央负担59.02亿，地方负担44.38亿。不过有在地居民就烦恼，这施工期间交通会更加塞车，嘛有北道的居民是烦恼，到时阵这个车拢会走去大道路、甲大业路，造成北道大塞车。公车、捷运班数的增加，以及号数、秒数的调整，我们不会缩短、缩减整个路廊。同时，我们会跟台北市不断的沟通，交为计划。台北市的北投地区对于整个车流就是说认为说快速的引导到这个北投地区还是有些疑虑现有的关渡的这个大桥的上游300公尺处。来规划，再做一个关渡的新桥。工务局强调，会以维持3个车道，甲暗时施工为主，嘛已经规划3条替代的道路。过年了后，会来召开这专区的说明会。估计这个淡北道路会于118年来通车，望再来提升这个淡水连外交通的便利性。记者欧良、吴家宝 SNG 小组新北报道。体大车拼来看台湾世杯国际男子网球团体赛。咱台湾是头一届拍入世界组总决赛资格赛，这礼拜就被和法国来拼输赢。台湾选手柯玉秀单打双打拢会出战。要伫台湾世杯摕过10个冠军的法国队来台湾比赛，曾吉星、柯玉秀、张俊兴、吴东林、甲黄宗和要行为主场拼入去世界组的总决赛。听讲就是票拢买无，我感觉咱是真欢喜，较侪人会当看咱的，就是咱的 hard work。台湾已经真久无办这种高强度的网球国际赛，选手拢真期待。教练经纪人是要状况，决定柯玉秀、吴东林负责单打，曾吉星甲柯玉秀负责双打。像第二天一天打2场的比赛，其实在之前我很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拜六头一天比赛是2场单打，负责第2点的吴东林对手是拄伫澳洲网球公开赛拍入去16强，目前世界排名第17的法国选手 Manarino。我们抽到法国队的那一刻起，我就大概有预感说，我应该会跟他打，所以其实我也准备了很久了。
我们还是要把球打过网，打在格子以内。那大家都是一样，都是公平。那我会保持平常心，然后去应对。吴东林讲，伊为家己下镜家己，会尽力甲球拍好。因为大家共同心声，是希望伫家己的主场，要4000位观众的面头前，提出上好的表现。记者台北报道。身心障碍者要找头路，也是日常生活，拢会拄到真侪难关。高雄市社会局甲民间合作出一本手册，甲因做工课，个生活会拄到的状况来呈现，互大家看。这位是心智障碍青年小军，社工透过手册，用简单白话的方式介绍伊伫胖店做工课爱注意啥物。这是全国第一本针对身心障碍者需求编写手册，内容有连续生活辅导，阁有工课注意的事项等等，将文字转化做图样，互心智障碍者会当看有了解，嘛勇敢表达伊的需求。还会夹面包、包面包，还有面包上架，还要帮客人结账，钱要算对，不可以算错。率全国之先编这个身心障碍的评估需求评估的工作手册的易读版。那透过这样的易读版呢，能够在去到家里为心智障碍做需求评估的时候，是由心智障碍少年家会当家己看这本册，然后自家己讲出家己想要去叨位。为着要让这本手册更加容易让身心障碍朋友了解，社会局甲协会培训10个位心智障碍者担任品管员，因拢是30到40岁，已经伫外口做工课，嘛上半年以上的课程，做伙编写这本册。课程阁有德国辅助来帮助品管员会当顺利表达因的想法。透过因的这个理解啊，佮甲伊翻译做咱迄个心智障碍者会用的。较简单理解的这个意思。卫福部统计，去年全台身心障碍者超过120万人。社会局表示，这本容易阅读的手册，主要协助拄毕业也是有需求的心智障碍者，不管是做工课也是基本的生活，唔免全部靠家属。未来这10个月品管员会继续参与身心障碍者的事务，来帮助更较侪人。记者钟义辉、区教育高雄报道。清华大学有2个大学生休寒去花莲考古实习，因伫北沙站遗址发现一块无够3公分的人兽形玉仔，经过确认是2700年前的苏建文物。这块无够3公分宽的玉仔，去由清华大学来花莲实习的2个女学生，伫北沙站的遗址发现。迄当阵因并毋是咧学，敢若伫遐哪行哪看。当要就车离开的时阵，手里的物件雄雄落落涂骹，了后就发现这块人兽形的玉仔。手上有一个陶把就掉到地板上，然后就看到人兽心玉珏在我面前，然后就很开心，觉得很幸运，就把它捡起来。这块人兽形的玉仔炸转去洗清气了后，发现伊有2.9公分长，1.5公分宽，高度是0.3公分。再这是花莲的红灯玉。推广是新石器时代花岗山文化，全台湾出土差不多40件，花莲包括这1件，敢若有5件。年代大概距今3000年到2500年之间这样，那就是一个装饰品，它的那个上面有一个钻一个孔这样子，你可以把它当做它就是一个项链的一个坠子。考古博物馆强调讲，花岗山文化上界特别的所在，就是做玉器。这嘛说明迄当阵的材料甲技术已经有到一定的水准，不过因为价小贵，所以数量无济。因若发现的地点是属于修建的农地，为这来研判，可能是农民翻土了后才造出来的。尾后去目睭进来女大学生发现。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威尼斯嘉年华为着要关注游客，今年4月到7月，官方会针对敢若来佚佗1天的旅客收5块欧元的入城费，而且嘛要求因爱事先登记。今年威尼斯嘉年华是以热烈的红尾船水上游行来开始，尤其是以整个正水的造型和面往现身，增加罗曼蒂克的气氛。不过，这摆嘉年华是免费入场，但未来是无一定啊。为了避免伤侪游客对环境造成负担，威尼斯当局决定要管制观光人数。对今年的4月25开始到7月中的每一礼拜6礼拜，拢会实施算1天的收费制度。入城游客爱65欧元，差不多台票170。I think that's fair enough because it's getting busier and busi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here in January and I couldn't believe the crowds yesterday. So if they have to start paying, then I think that's fair enough. 不过有的游客认为讲收这种入城费，就敢若另外纳税，并无公平。
Yeah, it's ridiculous because you earn the money with the tourists, so you can't get the money before they spend the time and they discover the city. Before they discover the city, you can't pay a tax or you can't pay money. That's not logical. 虽然讲民众的反应无共，但威尼斯这个收费制度已经开始运作。目前在官方网站预约登记的旅客已经有4000人，因入资了后，迄天只要扫特定的 QR code， 就会当出入威尼斯。当地居民虽然讲入城唔免预约还是付钱，但是民众烦恼讲新的规定，恐惊互民众无啥嘛会无方便。Allora, secondo me semplicemente può essere un problema per tutti quelli che abitano appena fuori di Venezia e devono venire qua e magari hanno parenti, devono organizzarla bene sta cosa. 威尼斯政府讲会看状况对这项试验性的措施来做调整，无遵守规定的游客会罚款50到300欧元，差不多大票1700到10500块。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目前地区英国有真侪人会去森林搬一寡果回去煮，不过其实有的野生的香果有毒，就连专家拢看无啥会出来。这嘛，互英国平均一档食野生香果中毒案件超过100件。瓜那行入森林，万野果的专家万成长地就后对当中的野果，确认气味了后就开始食。英国气候淡湿，为咗林地真适合野果的成长，真侪民众去森林拢会摘瓜野果转来，啊，不过万野果食的风险是袂小。 Yeah, so it can absolutely be dangerous. There are deadly mushrooms around, and you have to watch out for them. 伫网络，互人叫做采集美人鱼的穆提克自细汉对来自俄罗斯的父母，伫森林当中世界探险。个万野果伫俄罗斯比英国更较受欢迎，也互有采集经验的伊会伫网络举办的研讨会，透过社群媒体向大家传授如何采集野果。To look at where they grow, how they look. How they smell, sometimes how they taste. There's a lot of features to take into account, and once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red mushrooms that are edible, there are some that are toxic. 不过，英国有15000多种的野果，部分野果外形真同款，就连专家甲真有经验的人，拢无法度用外观或者是香味去辨别野果是毋是有毒。所以每年有不少人因为误食野果中毒丧去。 虽然万野果来食有危害生命风险，也是有人伫伦敦或者是法国的网络拍卖野果1公斤22英镑，合台票1330块左右。未少人因为物价起价、生活成本增加影响，倾向家己办野果来食。毒理学专家科尔森认为，办野果时阵爱食谨慎，因无一种方法来辨识野果是毋是有毒。建议想要食野果，也是去卖场买较安全。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 天气报你知，再来看下晡报各县市的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21度，中部地区19度到27度，南部地区23度到30度。 东部地区21度到26度，华岛地区10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真，下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